5年先開11000公里，車真係擺壞。尋晚去入油，一邊入一邊跳窗，咁一睇係碳罐問題咧。呢味嘢就愛嚟索油箱揮發出嚟嗰啲汽油蒸氣，咁肯定整好先賣俾你噶啦，唔使慌，俾多1年保修你。你哋話佢醜，我就放心啦，個個都瀨嘅，唔叫 taste 啦。150幾萬買架貶值標籤集齊嘅柏美獵裝，呢啲就係人民幣玩家。綠皮嘢嘅胭脂紅8萬蚊嘅雪卡中內飾，仲要係架插電嘅 e-hybrid。如果 4S 訂翻嚟賣嘅車，優惠到爆炸都睇怕賣唔出。但係19年6月出廠，11月就上牌嘅，一睇就真係車主揀翻嚟嘅配置。我諗當時唔收翻佢50萬訂金都唔敢落呢張單，收你20萬訂，等大半年車到啦，你話唔要喎，拍晒訂俾我都唔夠蝕啊！紅龍新車選配就綠皮幾嘢，呢隻貴2萬蚊，但係二手你可唔可以賣紅龍一樣嘅價錢？而呢50公里嘅純電續航里程更加唔係俾你慳油用嘅，呢啲車身上用插電就肯定為咗令呢個新款2.9嘅 EA839 有更加暴力嘅低扭。嗱，家電動續航里程顯示係0嘅，但你每次抌油嗰瞬間俾多100零牛米嘅扭力你，綽綽有餘。開個 e-charge 模式，你就見到電動續航里程係加緊嘅。咁呢個時候發動機嘅功率會貢獻一部分嚟充電，你就 lock 死個 hybrid auto 模式，等個電腦自己諗，當佢係部更加勁、更加猛，仲免費送彈射嘅2.9嚟揸就得㗎。你個點煙器蓋都係彈射嘅。買得獵裝，借錢你都要選到大拎啦。21寸 Turbo Link 喺呢架車身上完美，揀得呢個窿唔貼膜犯法，你都唔貼啦係嘛？要嘅就係全車通透，全世界都會知你喺呢個內飾使咗幾皮嘢。呢種見車如見人，見人如見車嘅感覺，係咪好似嗰架汕尾牌嘅金色 Lotus？ 所以揸呢啲車唔做得壞事，1公里外就認到你嘅。一手車就隻倒車鏡噴個漆，1000蚊保險。